暫時領先緊嘅係8號艇仔嘅選手，緊追其後嘅係，哇！追得好快，追得好快！7號艇仔嘅選手已經過咗8號艇仔嘅選手啦，加油加油！6號艇仔同10號艇仔嘅選手都要加油啊！比賽係以計時嘅形式進行嘅，唔好放棄。見到你哋都差唔多過咗一大半嘅賽道㗎啦，加油加油！7號艇仔嘅選手穩定咁樣領先8號嘅艇仔選手，緊追其後啊！加油加油！6號艇仔嘅選手都唔好放棄，已經過咗賽道嘅一半啦。恭喜晒7號艇仔嘅選手已經衝線啦，8號艇仔嘅選手都好貼近紅色浮波位置啦。見到10號艇仔嘅選手急起直追，唔通佢會追過到？差少少，差少少。咁呢個就要交翻俾裁判啦。哇！開始大風啦，加油啊！6號艇仔嘅選手就嚟到終點啦，好快好快，頂住頂住，加油！恭喜晒6號艇仔嘅選手都已經順利衝線啦，辛苦晒咁多位。接住落嚟又有下一場嘅比賽，我哋繼續係男子公開組場次3C 嘅組別。